深夜的演播室裏，燈光柔和地打在張柏芝的臉上，她微微垂着眼睫，手指磨意志地摩挲着沙發扶手的邊緣。那個被媒體追問了整整10年的問題，終於在她平靜得近乎淡漠的語調中，露出了她最真實的稜角。她說，當年和謝霆鋒分開，不是不愛了，而是兩個性格完全不合的人，在婚姻的圍城裏硬撐了太久，久到把彼此最後一點溫柔的內心都磨成了鋒利的碎片。這句話像一顆石子投進早已平靜的湖面，漣漪一層層燙開，讓所有圍觀過那場世紀婚禮，又目睹那場狼狽離散的人，都忍不住重新翻出記憶裏那些泛黃的畫面。我們曾以為離婚的原因一定是某個爆炸性的瞬間，是艷照門的餘波，是婆媳矛盾的積怨，或是聚少離多的冷漠。可當事人親口說出性格不合這4個字時，竟有一種荒誕的樸素感，仿佛所有轟轟烈烈的開始，最終都逃不過日常瑣碎裏那些無聲的侵蝕。那些年我們看到的恩愛，牽手走公壇時的甜蜜對視，演唱會上他突然衝上台獻花的驚喜，生下大兒子時他激動得語無倫次的樣子，全都是真的。可同時關起門來，兩個人在生活習慣、價值觀念、情感表達方式上的格格不入，也是真的。張柏芝是那種愛恨分明的火，情感濃烈到可以燒毀一切理智，她需要時刻被回應、被擁抱、被肯定。而謝霆鋒是那種沉默納斂的冰，他習慣把情緒藏在吉他弦和油揮手柄後面，覺得成熟的愛就是不說不鬧不索取。這樣的兩個人在熱戀時是致命的吸引，彼此身上全是自己渴望卻缺失的部分。可當激情退去，日子變成一日三餐和孩子的啼哭，那種吸引就變成了相互的折磨。他抱怨他永遠在打遊戲，他厭倦他總是追問你愛不愛我，他渴望一家4口圍坐吃飯的熱鬧，他卻寧願一個人待在廚房研究3個小時的意麵醬料。他喜歡把所有情緒都擺在臉上，開心就笑，難過就哭。他卻認為成年人應該體面地消化情緒，不該把負面能量傳遞給家人。這些細節單獨拎出來看，都算不上怎麼原則性的大錯。可當他們日復一日地堆積，就像孩子裏永遠倒不乾淨的小沙粒，每一步都落得生痛。其實在他們離婚的第6年，也就是所有人都以為風波已經過去，他們正在修復關係的時候，婚姻內部早已裂痕遍布。張柏芝曾在一次私人聚會上對好友吐露，說他們嘗試過很多辦法，一起去做婚姻諮詢，每周固定安排一次不帶孩子的約會，甚至約定吵架不過夜。可那些方法就像創可貼，貼得住傷口卻治不好病根。謝霆鋒會在諮詢師面前認真記筆記，回家後努力試着多說幾句關心的話，可那種刻意用詞的溫柔，反而讓張柏芝覺得更加心酸。因為他要的是自然而然流淌出來的愛意，而不是像完成作業一樣的例行公事。反過嚟，謝霆鋒也疲憊於他永無止境的情感索取，他覺得自己已經給出了所能給的全部，可在他眼裏永遠差那麼一點點，那種不夠的感覺像一根刺扎在兩人中間，拔不掉也按不下去。他們不是沒有想過為了孩子繼續忍下去，大兒子 Lucas 開始懂事的那年，有一次看見爸爸媽媽在廚房裏沉默地洗碗，全程沒有一句交流，孩子突然跑過嚟拉着他們的手說：你們笑一笑啊！那一刻兩個大人都愣住了，眼眶同時泛紅。他們忽然意識到，孩子遠比大人想象中敏感，那種表面和平底下暗衝的冰冷，其實早被幼小的眼睛捕捉得一清二楚。繼續硬撐下去，傷害的不只是自己，更是那兩個他們最想保護的小生命。於是離婚這個念頭第一次被擺到桌面上時，沒有爭吵也沒有眼淚，兩個人只是很安靜地坐了很久。謝霆鋒起身倒了2杯水，推給他一杯，然後輕聲說：如果我們分開，你愧不愧輕重一點？他握着那杯水，指尖發白，最終點了點頭。可真正下定決心離婚的那個夜晚，卻是因為一件極小極小的事情。那天晚上大兒子發燒，張柏芝一個人抱着孩子在醫院急診室裏排隊，給謝霆鋒打了7個電話都沒人接。後來才知道他在錄音室裏關了手機專心寫歌。
等他抱着打完點滴的孩子回到家，凌晨3點的客廳裡，他正戴着耳機坐在沙發上，面前攤着寫滿音符的稿紙。抬頭看見他滿臉倦容地抱着孩子，他摘下耳機的第一句話是：怎麼不叫我一起去？就是這句怎麼不叫我一起去，讓張柏芝積攢了多年的委屈像洪水血堤。他第一次在他面前歇斯底里地喊出來：我叫了，我打了7個電話，可你的世界裡永遠只有你的音樂、你的遊戲、你的自我空間。你有沒有想過我也需要有人依靠？謝霆鋒擰在原地，他翻開通話記錄。確實有7個未接嚟電，可他的第一反應不是道歉，而是解釋我在工作。你知道我工作的時候不看手機，那種冷靜到近乎冷酷的理性，徹底擊垮了張柏芝最後的防線。他突然明白，他們之間沒有誰對誰錯，只是他需要的是一個會在深夜接電話的丈夫，而他需要的是一個能理解他創作時不被打擾的妻子。他們都沒有錯。錯的是把2個不同星球的人強行綁在了同一張分床上。那天之後，他們反而能心平氣和地坐下來談分開的具體事宜，沒有互相指責，沒有財產爭奪，甚至約定好每週的家庭日船要一起陪孩子吃飯。可越是這樣的平靜，越讓旁觀者覺得唏噓。原來真正的分離不需要出門砸碗，當2個人連吵架的慾望都消失的時候，才是緣分真正走到盡頭的時候。離婚消息公布的那天，整個娛樂圈都炸開了鍋，各種猜測甚囂塵上。有人說是第三者介入，有人說是婆婆狄波拉始終不認可這個人色，船有人翻出陳冠希的名字舊事重提。可任憑外界如何喧囂，他們2個人都默契地保持沉默，不解釋也不反駁，只是各自繼續着自己的生活。謝霆鋒轉頭專心做他的風味美食節目，把那些在婚姻裡磨處安放的專注力全部傾注到了鍋碗瓢盆裡。而張柏芝帶着2個兒子搬到新加坡，每天在社交媒體上分享給孩子做飯、陪他們踢球的日常。照片裡的他笑容燦爛，可仔細看眼神深處總有一點說不清的落寞。他們偶爾會為了孩子的事情通電話，語氣客氣得像普通同事。逢年過節還會一起帶兒子們去遊樂園，被狗仔拍到同框時甚至會大方地打招呼，那種體面讓媒體都失去了編故事的興致。可只有他們自己知道，這種體面背後是無數次克制和妥協換嚟的。張柏芝要學會不再期待他主動關心自己的情緒，謝霆鋒要學會接受他永遠會把孩子放在第一位而自己排在最末。他們像2個合作愉快的合夥人，把共同經營的項目，也就是2個孩子的成長，打理得井井有條，但私底下再沒有多餘的一句廢話。這種關係很微妙，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敵人，更像是生命裡一段深刻交集後留下的默契。你知道這個人永遠在哪裡，但再也不去靠近。如今回頭看去，張柏芝在節目裡說的那句硬撐了太久，其實道出了無數婚姻的真相。我們總以為離婚一定是因為怎麼驚天動地的大事，可現實中大多數感情的消亡，都是被那些說不清道不明的疲敗感一點點吞噬的。他舉例說，謝霆鋒喜歡把孩子按顏色排列整齊，而他習慣隨手脫在門口。他吃飯必須用配套的碗碟，他覺得能剩飯就好，何必講究。他睡覺不能有光線，他必須開着夜燈才有安全感。這些雞毛蒜皮在戀愛時是可愛的差異，離婚後卻成了每天都要面對的摩擦點。每一次妥協都像在削去自己的一部分，削到最後2個人都變得面目模糊。他說有一次他們因為一卷衛生紙的放置方向吵了整整3天，他堅持要朝外翻，他習慣朝內翻，最後誰也沒有說服誰，結果那卷衛生紙被扔在一邊，他們各自用自己的備用紙巾。講到這裡，他自己都笑了，笑着笑着眼眶就紅了，因為正是這些荒誕的細節，讓他意識到他們連最基本的共同生活準則都無法建立，又談何共度餘生呢？謝霆鋒後來在接受採訪時也隱晦地提起過，說自己在那段婚姻裡像被關在一個透明的盒子裡，外面看得見他的笑容，可他自己喘不過氣來。他說張柏芝是個好母親好妻子，是他自己不懂得如何去經營一段需要高頻互動的感情，
他更擅長把愛煮進一道菜裏，而不是掛在嘴邊或體現在日常的噓寒問暖上。這種性格上的南轅北轍，讓他們的婚姻從一開始就注定了艱難。可偏偏最初那幾年靠着荷爾蒙的支撐，他們誤以為這就是愛情的力量。等到激情消退，才發現原來彼此站在完全不同的軌道上。離婚後的這10年，他們各自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療癒和成長。張柏芝嬋嬋不再那麼依賴外界的認可，她把更多的精力投入自己的服裝生意和公益事業，甚至開始坦然地在鏡頭前談論那段失敗的婚姻。語氣裏沒有怨恨，更像是在講述別人的故事。他學會了和自己獨處，不再需要通過別人的愛來確認自己的價值。這種成長讓他整個人看起來從辭了苦多，再也不是當年那個因為沒有安全感而拼命抓住一切的緊張女人。而謝霆鋒則變得更加柔軟，他佢在節目裏主動提起2個孩子的趣事，佢為了給孩子做生日蛋糕研究整整1週的配方。那種曾經被他視為肉麻的情感表達，現在做起來自然了苦多。他們都在那段失敗的婚姻裏拿到了各自需要學習的功課，雖然代價是整整6年的青春和一場公眾圍觀的離散，但誰又能說這種痛徹心扉的成長不值得呢？有時候命運就是這樣，他把2個不合適的人放在一起，不是為了讓他們白頭偕老，而是為了讓他們在彼此身上看清自己最真實的樣子，然後帶着這份清醒去遇見更適合自己的生活。張柏芝後來在訪談裡說，她很感謝謝霆鋒給了她2個那麼可愛的兒子，也很感謝那段婚姻讓她明白了什麼是自己真正需要的。她甚至開玩笑說，如果重來一次，她算是佢選擇嫁給他，因為有些彎路必須親自走過才知道那是彎路。這種豁達不是裝出來的，而是真正放下之後才能有的輕鬆。他已經不再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位置上，也不再把謝霆鋒放在加害者的位置上。他只是客觀地承認，他們曾經相愛過，也曾經努力過，只是最後發現努力的方向錯了。所以當今天我們重新審視這段沸沸揚揚了10餘年的情感糾葛時，或許該跳出誰對誰錯的二元框架，去看見2個真實的人在他們有限的認知和能力範圍內，已經盡力去愛過、忍過、磨合過。那些我們外人看來不可理喻的細節，放在他們各自的成長背景和生活習慣裡，都有着根深蒂固的合理性。張柏芝從小在單親家庭長大，父親混跡江湖，母親遠嫁他鄉，他極度渴望一個穩定溫暖、充滿肢體接觸和語言表達的家庭。而謝霆鋒作為星二代，父母早早離異，他習慣了把情感藏在冷酷的外表下，覺得行動比語言更有分量。這2個人帶着各自原生家庭的烙印走進婚姻，就像2個拿着不同地圖的人試圖找到同一個目的地，注定要經歷無數次的迷路和爭吵。他們不是不愛，而是愛的方式像2種不同的語言，說的人費盡力氣，聽的人雲裏霧裏。離婚對他們而言不是失敗，而是及時止損的清醒，是為了不讓那份曾經真摯的感情在日復一日的消耗中變成淹沒和仇恨。看看現在那些為了孩子硬撐到貌合神離的夫妻，再看看張柏芝和謝霆鋒分開後反而能心平氣和地一起給孩子過生日的畫面，你不得不承認，有時候放手比堅持更需要勇氣，也更接近愛的本質。愛不一定是佔有，也不一定是雙手到老。愛有時候是承認自己的無能為力，承認對方的無能為力，然後給彼此一條生路。在如今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明星的婚戀故事總是被簡化成茶餘飯後的談資，被貼上渣男作女之類的標籤。可真實的人生遠沒有這麼粗暴的單色。張柏芝和謝霆鋒的故事之所以讓人唏噓，恰恰因為他觸及了太多普通人在親密關係裡都會遇到的困境。我怎麼讓你懂我的需求？我怎麼接納你和我不同的表達？我們怎麼在差異中尋找共存的空間？這些問題沒有標準答案，每個人都在摸索中跌跌撞撞。他們的婚姻像是放大鏡下的實驗樣本，讓圍觀者看到了性格衝突如何一步步蠶食掉最初的激情，也看到了2個成年人如何體面地為自己的選擇負責。離婚後他們對孩子的共同撫養模式，
甚至成了娛樂圈利益家庭的範本，不互相詆毀，不爭奪撫養權，不拿孩子當談判籌碼，這種成熟和理性值得很多人學習。張柏芝這次主動說出離婚真相，不是要翻舊賬，也不是要博同情，更像是一個走過風雨的人，站在晴朗的天空下，平靜地回望來時的路，把那些淤積在心底的石頭一塊塊搬開，然後輕裝上陣繼續往前走。他不需要觀眾讚敘，也不需要輿論幫他聲討誰，他只是完成了一個對自己的交代，把那個被曲解了10年的故事畫上真正的句號。那麼對於我們這些隔着屏幕的旁觀者來說，最好的姿態或苦是放下那顆熱衷於審判和讚敘的心，把注意力從他們的私生活轉移到自己身邊實實在在的情感關係上。每一段婚姻都有它的難處，每一對夫妻都有不足為外人道的掙扎。我們看到的永遠只是冰山浮在水面上的那一小角，底下的暗流衝動和冰山崩裂的聲響，只有當事人自己聽得見。與其在別人的故事裡消耗過多的情緒，不如趁此機會反思自己在親密關係中的模式，是不是也曾在無意識中用自己的標準去丈量對方？是不是也曾把愛解為無條件的妥協和犧牲？張柏芝和謝霆鋒用10年的時光告訴我們，愛不是萬能藥，性格的契合度才是決定一段關係能走多遠的地基。地基不穩的話，上面合再華麗的房子都經不起風雨。但這個道理不是讓人對愛情望而卻步，而是讓人在投入之前多一些清醒，在相處之中多一些包容，在無法繼續的時候多一些慈悲。他們最終未有成為彼此的白頭偕老，卻成為了彼此成長路上的重要一課，這本身就已經足夠珍貴。而當我們把目光從這對曾經的夫妻身上移開，投向更廣闊的生活途徑時，會發現類似的性格衝突比比皆是，只是普通人的故事沒有閃光燈追逐，沒有狗仔隊偷拍，也沒有億萬網友圍觀評議。那些在菜市場為買雜麼菜撐執的中年夫妻，那些因為育人理念不同而冷戰的新手父母，那些退休後反而鬧着要分居的老年伴侶，他們都在經歷着與張柏芝、謝霆鋒相似的困境，只是他們選擇了沉默地硬撐着，或者悄無聲息地離散。明星的離婚只不過是把這些尋常的悲歡放在聚光燈下，讓我們得以窺見親密關係裡那些共通的荊棘。從這個角度說，張柏芝的坦誠其實是一種善意的分享，她在用自己的傷口提醒所有人，性格問題不是小事，它比出軌更消磨感情，比貧窮更讓人絕望，因為它無解。你不能要求一個內向的人突然變得熱情似火，也不能要求一個外向的人突然享受獨處。有些差異是天生的，就像有人天生是左撇子，有人天生是右撇子，強行矯正只會帶來傷害。所以當我們聽到那句不是不愛了，是性格不合時，不必再報以嘲諷或惋惜，而是應當認真地把它當作一句值得深思的人生箴言。愛是感性的衝動，而相處是理性的藝術，兩者缺一不可。張柏芝和謝霆鋒用他們的故事證明了光有愛是不夠的，船需要兩個人在生活節奏、情感頻率、價值排序上大致同頻，否則再深的愛也會在日常的瑣碎裡磨損成怨罪。可反過來，他們也證明了即使最後分開了，依然可以保持對人的基本尊重和對共同孩子的責任心，這比那些為了面子死撐到互相怨恨的夫妻高明得多。離婚不是世界末日，它只是一種關係的轉換，是從夫妻變成合作撫養孩子的夥伴，是從愛人變成故人。這種轉換如果處理得當，對所有人的傷害都會降到最低。最後的最後，我想對所有關注這件事的朋友們說一句話：我們吃瓜可以，但請帶着理智和善意去吃，不要把別人的傷痛當成自己宣洩情緒的出口，也不要用簡單的道德評判去定義複雜的人生。張柏芝和謝霆鋒都已經各自安好，張柏芝有了新的生活重心，謝霆鋒也有了穩定的情感歸宿。他們共同的兩個兒子在父母的共同呵護下健康地成長着，這已經是最好的列局。我們作為局外人，最好的祝福就是安靜地目送他們走向各自的新旅程，不要再去挖掘所謂的隱情，不要再去製造對立的話題，
更不要把他們曾經的愛與痛拿來當作攻擊彼此的工具。每一段感情都值得被尊重，每一次努力都值得被看見，每一次放手也都值得被理解。願我們在圍觀別人的故事時，能多一分同理心，少一分獵奇心，能把那些感悟化作經營自己生活的智慧，而不是當作飯後消遣的談資。理性吃瓜，和平追憶，讓往事真正成為往事，讓所有當事人帶着那份體面繼續前行，這才是對過去最好的告別，也是對未來最溫柔的祈禱。